咱同齐来领受着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2章第3节到第4节。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2章第3节到第4节，咱的耶稣记载伫投影片顶头，请咱家己看。现着我来读。凡事无伫为着结党，也是为着空空的荣光来做。独独大家用谦逊的心，看别人较赢伫本身。恁逐人无伫顾家己的事，也着顾别人的事。以上，只是要请本堂单笔节牧师来讲道。伊要讲的题目是顾念对方的利益，顾念对方的利益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必听我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，互我会当伫遮组织来敬拜。也感谢你，今日有引带上年大合，遮个学生，遮个上年长辈，会当伫阮的中间来献诗，愿上帝你也赐福伫因的心上。主，阮也为着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，愿上帝透过你的话语来对阮的心讲话，互阮得到智慧，得到帮助，得到利益，会当来因循而然。献上阮的祈祷，恳求靠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。咱的这个和平暑假，已经要进入到要结束的所在。咱对今年8月开始就开始用这个让我们和好吧 Peacemaker 这本册内底有12个主题，来帮助咱来伫这个互人的和平的顶头，会当来学习，来解决冲突，面对冲突，解决冲突，互这个结果会当来引行逆人。所以咱来复习伫这个和平暑假内底有真重要的4个 G。头一个 G 就是 glorify God， 就是爱荣耀上帝。请咱做伙讲一解荣耀上帝。伫这个荣耀上帝中间，咱有3个学习。第2个 G 就是爱 get out the love of your own eye， 爱将你目睭来这个影茶来拄去，然后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。第3个 G 就爱 gentle， 爱温柔来 restore，gentle 来挽回。所以咱就要学习用疼的心来讲老实的话。第4就要 go and constantly。爱去和谈，爱去跟他和解，所以咱爱顶礼拜咱所学习就是爱下面对方，亲像上帝疗下咱。今日咱要进的就是来顾念对方的利益。咱顶解所讲下面对方，亲像上帝疗下咱。咱的结论就是，不管咱所造成的伤害有偌痛苦，靠着上帝的帮助，咱当来遵守4个承诺。这4个承诺就是讲，我家己袂过来想起这件事。第2个承诺就是我愿意无过来提起这个伤害。第3个承诺就是我袂将这个伤害来甲别人讲。第4个承诺就是我袂互这个伤害成做你甲我中间的隔绝。所以咱就要来学习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的下面和好，佮透过咱的思想，透过咱的言语，透过咱的行为，咱表现出真正的下面，甲这个得失咱的人会当真心来建立关系。所以就靠着上帝恩典，咱疗下人，亲像主疗下人同款，改变咱的思想，改变咱的言语，改变咱的行为。虽然咱有受伤害，但是咱来改变。伫问题思考安尼讲，伫你所熟悉的人中间，什么人是你会当熟悉、上愿意下面人的人？互我想起我是细汉时阵，因为细汉时阵厝内管教都真严，你若讲毋对话，做毋对代志，犯什么差错，拢爱修理，毋是甲喙骂，我爱修理。爱摕册仔来讲，所以我就惊做毋对代志。所以等我真正做毋对代志以后，哇，我就紧闭起来，不敢去面对。我印象中真正就是一届细汉时阵，甲同学目镜弄破了后，这代志真大条，无钱会当赔人。所以伫厝内底就拢毋敢讲，除了咧禁条毋敢讲，但是迄个面就是足忧伤、足烦恼，毋知要安怎。后来我妈妈伫边仔看到我，感觉我怪怪，所以就走来问讲：博士你是安怎？有啥物代志无？我就是毋讲就是毋讲，所以妈妈就足有耐心的，豆安尼讲，你有啥物代志无我讲，无要紧，讲出来甲妈妈讲。好，妈妈袂甲你骂，所以我最后就讲出来讲因为我甲动物即个目镜弄破，好，我无钱当赔人，好，就开始咧哭。当时我妈妈就马上讲，好，伊讲无要紧，妈妈替你出钱，好来赔即个动物。本来想讲我若讲出来我做毋对代志，我会去用修理，去用骂。结果所得到的回应是，阮妈妈下面我，而且伊就有疼心来替我出钱。所以迄个是我印象中足亲自细汉，就知影讲，当我得到下面的时阵，哇，真正是一个爽快的代志。当有人愿意来疗下我的时阵，我的心内就真有平安。
所以要真正去下面别人这4个承诺，无搁去提起，无搁去讲起、想起来，无去甲别人讲，咱会当安怎做到？搁有咱会当用啥物替代原则？咱所讲出来的话，咱的思想，咱所讲出来的话，咱甲咱的行为，会当用搁较合圣经的方式，搁较合真理的方式来帮咱。这是咱伫顶礼拜顶一届，2礼拜前咱所学习的。咱嘛会当继续伫即个下面人的即个功课顶头继续来学习。今日咱要进的是讲，咱要安怎来顾念对方的利益？伫即个顾念对方的利益，是咧和平使者上落尾的一个困难甲挑战。就是咱会拄起咱家己的目睭来饮下茶以外，咱当去甲人和好，然后会当去甲人来温柔来挽回伊。总是咱爱搁安怎？爱搁去来前去和谈，爱去面对共同来面对这个问题。所以当咱的冲突来牵涉到这个物质的层面的时阵，就算讲咱的关系较好啊，但是即个真正的和好，佫会受到阻挡。亲像咱即届即个亚运会代志，咱真容易就生气，对韩国生气，对中国生气，对遮过去有伤害咱台湾遮个国家来生气。为虾米？因为过去佫真侪遮个代志拢无去处理，就算佫咱甲韩国有咧交流，甲中国有咧交流，有咧来往，总是若是遮过去的遮个伤害遮个问题无去解决，虽望关系渐渐好。政府的看法就讲，咱的关系渐渐好，但是过去遮个伤害，过去遮个物质上遮个代志无处理，以后嘛是继续会受到阻挡。所以咱爱来学习抄写圣经有啥物款的原则态度，会当帮助咱伫物质上会当来纠纷达成一个协议。所以咱会当学习圣经的原则，就是咱要来看2种的即个无共款的协调。头一种的协调，是竞争的谈判，竞争的即个谈判。竞争的谈判，这毋是上好的方法，因为竞争的方式就是常常会当来产生上好的解决的方法。因为即个竞争的中间出来谈、出来讲，然后是到底是你对还是我对，要吵一个到底谁较赢、谁较对，拢是咧处理表面的问题，但是忽略即个内在人的需要。而且竞争的谈判嘛无效率，敢咧辩论会共款，我甲你应一句，然后你就针对我所讲的，搁来回应，然后搁来批评我的毋对，所以一来一往，拢咧互相咧指责，拢咧骂来骂去。第三，竞争的谈判会严重来损害人甲人的关系、人际关系。咱台湾这10几年来选举，渐渐就是这种的文化，就是咧抹黑的文化，就是咧批评对方的文化，无尊重对方，然后伊所提出来政见，拢来否定、来抹煞，然后就是来，互伊只要我甲伊讲伊较黑的，就显出我较白。随望最后检查选赢、选掉，总是等于选掉了后，伊失去这个人脉，失去这个人际的关系，伊要失去这个对手的尊敬。所以人选赢伊做市长，伊做总统，人无完全服伊，人搁咧等机会，咧找以后有芳的时阵，我就甲你变，我就甲你演。这是咱台湾选举的文化。所以台湾为虾米这10几年来吵吵闹闹？因为咱一直用错误的方法咧选举，一直用错误的方法咧甲人咧协调。所以导致真正台湾这个风气甲社会愈来愈害，这是咱做一个基督徒，咱就爱谨慎，爱来学习圣经的原则。圣经所提供互咱是一种合作性的相遇，一种合作性的协调。因为圣经一直咧提醒咱，就爱来主动去考虑别人，去关心别人。正像咱今日所读的腓立比书，毋通顾家己的事，也爱顾别人的事。无你为着家己来想，你嘛爱替别人来想。这是一种需要特别去练习，爱特别去练习。你替别人想，毋是你生落来，你就要去替别人想。因为早下人讲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所以人的本性是这种罪的败坏来，伫咱的内底，总是你当去透过练习，去找对所有的人拢有有利的解决的方法。伫这个练习的过程中间，咱就爱来会当来提升咱的智慧，面对冲突的时阵，咱的智慧会当增加。圣经互咱的原则是讲，你爱听别人，亲像家己。听爱的真理来讲，不求自己的益处。耶稣讲，你关于人安怎对待，你就要安怎去对待别人。佮讲，今日腓立比书讲，家人就要看别人比家己较强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等，这拢是圣经互咱的原则。无一个人是一生落来，伊就当学习，拢爱通过练习。总是伫这种练习的最后的
结果一定是双方面做伙努力所想出来解决的办法。双方面拢有努力，双方面拢接受的即个解决的办法。所以合作性的商机，即个协调是一个充满疼心甲智慧，拢会当得到的一个协调原则。伫和平书架，互咱有5个原则。即5个原则，英文字母头一个加起来就是 PAUSE， 暂停，是一个英文的单字暂停。咱用即个原则来看，因为伫咱台湾即礼拜插卡咧并过去的，就是即个亚运会跆拳道的代志。咱台湾的即个代表的选手要比赛，最后一场准备要摕到金牌，总是而且一路领先的即个局势。总是伫即个裁判突然雄来宣布，然后叫伊出去检查了讲伊脚穿的即个鞋仔有问题，所以然后就判讲即个咱台湾的选手失去资格，淘汰出局。好，所以即个代志就安尼爆炸开来。总是台湾开始真生气，好，即个代表，然后政府、即个媒体开始拢咧表达因的意见。真侪伫即个中间，好，因拢要去协调，拢要去处理。总是圣经有更较好的方法，咱会当来学习。即5个原则头一个 P 就是爱做 prepare 准备，好，这样做讲一个准备。伫箴言17章第8节，现代中文译本安尼讲：聪明的人智慧，互伊找着应当行的路；愚妄的人愚妄欺骗了伊家己。当咱伫要甲人来协调的中间，你就是爱找出一条路。你也是伫遐咧生气，伫遐咧表达你的不满，但是闹甲大家拢无路通行，你就是愚妄的人。因为你骗你家己，你互你家己无路通行，走到绝路。所以伫即个搁有第22嘛咧讲，行好诶受到尊敬，对中正歹献立伫即个马道。伫即个问题中间，你永远行袂出来。咱台湾甲韩国诶问题，搁共款几百年以后，抑搁咧出问题。甲中国诶问题，几十年、几百年，也是咱搁伫问题中间找无路会让行出来。这毋是圣经所爱。所以咱伫 prepare 中间有10个步骤，咱会当来学习。头一个就是爱祈祷，所以当咱若是拄着杨淑君即款的事件，甲咱有冲突的时阵，大心就爱祈祷，因为只有挖靠上帝，过来去了解事实的真相，咱会收集各样的资料、照片、影片，然后去分辨这个问题伫倒落，伊的利益好处伫倒落，然后对圣经来敲找会当提供的方法，然后这个方法出来以后，咱来选择。多一个办法较好，然后这个办法可以去预测他的反应。第6，好，预测反应就是讲，徛伫对方的立场来想。如果我用这个圣经方法去甲对方来讲，去甲这个亚台盟来讲，去甲这个亚奥会来讲的时阵，伊的反应是啥？好，咱就爱好好静落来思考。第7，如果无成功的失败的话，咱有啥物替代方案无？好，第8，爱敲找这个适当的时间地点。设计开场白真重要，你爱一个安怎来表达陈述之前，你的起头爱真努力，爱真小心，表达对对方的尊重，爱用正面的语言语气。第10，可以寻求辅导，找更较有权威、权柄、有智慧、更较了解圣经原则的人，也让来帮咱。这个 PAUSE 的这个第1个原则就是爱 prepare， 你爱准备好这个物件，你才去甲人来协调。你若无祈祷，就常常要去甲人要冤家，甲人去烧麦，要甲人去处理，到落尾真正是亲像箴言所讲的，诚做迄个愚妄的人。愚妄的人欺骗了家己，愚妄的人伫即个问题中间找无路，行袂出，走不出来，永远就陷伫即个问题中间。这是头一个 P。第2个 A 是爱 affirm 啥物 relationships， 爱坚固彼此的关系。伫冲突的中间，咱往往包括2个要素，这2个要素就是人甲问题。但是伫即个亚台，伫即个亚运的即个跆拳道的代志顶头，咱拢看到问题，但是咱看袂到即个，还袂将即个人的问题看清楚。所以爱搁尽力来了解人的需要是啥物，问题的需要是啥物。咱往往拢忽略人的即个感觉、感受。伫即个物质上甲人有冲突，为着钱。为着土地，为着厝，为着楼啊，等等遮个物件，在冲突拢是为着看到遮个问题。但是你有去思考到人的即个部分无？思考到人的即个层面无？咱若精神拢集中伫遮个问题顶头，遮个问题拢是互咱看到遮个
为着要解决问题，你无去考虑到别人，